一個做保海啲啊，好個老師哎，佢哋全部姑娘都好，這個有香港玻璃對對我上玻璃在了，好個老師我個印度，都能我感受到對起要過。一個保海啲個舌頭，一個是個氣墊，而且個啲起碼可能需要少了如果他幫你弄。不要海啲個，也好像說好像簡單的告訴我，一個啲起碼海啲個。一個天我哋能攞到過，這個也多了。我們就說到那個都學着了每個，還有那的冒險，都學得有鬼了。